为什么影视剧里女娲后人都是苗族姑娘的形象？相信不少80后、90后都看过《仙剑奇侠传》，里面刘亦菲饰演的苗疆女娲后人就非常深入人心。那女娲传说和苗族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今天我就来跟你们说一说。中华民族的2大源头来自东蒙和西羌，西羌要晚于东蒙1000年，他们因斗争而融合，因融合而发展。伏羲女娲传说起源于早期的东蒙，而苗族祖先蚩尤就是伏羲后裔的太昊氏族。古代部落战争加速了东蒙和西羌的融合，很多神话故事也从东蒙传入了西羌，随着文字诞生被记载了下来。东蒙人中没有融入西羌的部族保留了自己的文化，迁徙发展成了今天的苗族、瑶族、畲族。伏羲女娲在苗瑶畲族的传说原型是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，天降洪水，只剩下伏羲女娲2人，他们结为夫妻，繁育了人类，并称为人祖2皇。传说中的女娲人首蛇身，被誉为大地之母，她其实也是古代母系社会的象征。今天云贵一带的苗瑶族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传统和女娲崇拜的文化，一代又一代诉说着古老的民族记忆。